其實好熱，得2首歌啫。不過咧算係最後嘅最後，今年最後一個活動，另一個最後就係有一首問題，邊個來年1年都唔會再翻嚟香港嘅？冇錯，佢係來年1年都唔會再翻嚟香港嘅朋友。我哋另外理論上來年都冇機會再做 KT 嘅啦。係學要緊係留學嘅。呢年咧，俾手機讀書，把聲都調翻嚟，我哋一齊再玩過，1年之後，準備，我哋嗌冷氣好，1、2、3，冷氣！我係等你啊！唔好喊啊！雖然你已經喊到要流汗啦。